注意轻声听众到早。现在是正确之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今仔日我是继续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今仔日也是继续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讲解呢，已经解说到正文第43页，解说到正文第43页头一节，就是解说到时节即灭现前。即马应该呢，要来说来解说一面，一面就是当现前时，亦无现前之量，乃为常乐。此乐无有受者，亦无不受者，岂有一体无用之名？何况竟然涅槃禁伏之法，令应不生，实乃谤佛非法。即嘛就是要来解说一个道理。这就是六祖慧能大师为智度法师来解说涅槃的意义。这位智度法师出家以来看涅槃经10几年，但对于自性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意，即灭为乐。尤其是对于即灭为乐这个道理无了解，将涅槃该当作是外道断常之法，因此慧能大师呢，就对做真正详细解说。在前面六祖慧能大师解讲，你是一个出家人，为什么太伫咧学迄个外道断常之见？这实是非常的错误。慧能大师该开始到前面就讲，刹那呢无有成相，刹那呢无有灭相，经无生灭可灭。这呢照名叫做讲做即灭现前，就是讲无一点仔囝的生灭，也无这个生灭可以呢来甲伊灭掉。这就是叫做即灭现前。这是在前面慧能大师对这位智度法师所讲。所以慧能大师就甲伊讲啦，讲当现前时，亦无现前之量，乃为常乐。讲当这个即灭现前迄个时阵，也无有现前的量。那所以叫做讲做现前的量，这个量呢，就是一种的看会到的物质，互你看会到的经常等等。虽然名叫做讲做即灭现前，但伫遮所讲的即灭，这是一种的真理，一种的不生不灭的真理。既然是不生不灭的真理这个真理呢，是一种的超越你物质的物件，毋是属于世间的物质，所以当然呢，也就无物质的量现在你的面头前。比如讲，咱伫咧讲有现出什么物件，现出境界啦，或者是讲现出物件来啦，那就一定有一个物件在你面头前，互你看会到。但是即灭现前的境界却呢，毋是有一个量会当互你看，乃为常乐。讲这呢，就是叫做常乐。常乐的意思呢，就是讲这呢是一种的常住安乐的境地。讲此乐
无有受者，亦无不受者。讲即款的快乐啊，无有受者。无有受者，就是讲无有一个伫咧享受即个快乐的人，因为到个涅槃迄个境界，已经无咱人的身躯。咱平常伫咧讲享受快乐，或者是讲遭遇到痛苦，一定呢有一个身躯，伫咧接受痛苦啦，或者是讲接受快乐。毋过，即个涅槃的境界，这是一种的真理的境界。一旦到涅槃的境界，迄个时阵啊，已经无咱即个业报身，因为是无即个业报身，所以呢，就无有伫咧受快乐的人，无伫咧享受涅槃快乐的人。但呢，亦无不受者，也会使你讲无不受。安怎讲是无不受呢？因为这个涅槃的境界啊，乃是一种的理智契合的境界，就是以这个真理啊，来去以这个智慧，不是讲真理，以这个智慧呢，来去契合到迄个真理的境界。所以呢，也袂使讲完全啊，无伫咧受。所以咱这个涅槃也叫做自受用的快乐啊，就是智慧来去享受到这款的真理的上乐的境界。迄边讲岂有一体五用之名啊？讲哪里有迄个叫做一体五用的名呢？在前面这位智道啊，就以为讲这个五蕴法是属于性别之用，也这个法性呢是性别之体，有法性有这个五蕴，所以变成讲一体五用。在这个所在，慧能大师呢就该破除了，讲哪里有这个一体五用的名呢？迄边讲何况经验涅槃禁伏之法，讲何况你搁再讲这个涅槃啊，是叫做禁伏之法，因为在前面啊，这位智道就安尼讲啦，讲若不听经性，即应归即灭，当以无证之物。如是，即一切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想不得成何乐之有。这呢，就变成将这个涅槃的境界，该当作讲像咧插头共款，这完全是错误。所以慧能大师才该讲，哪里有这个一体五用之名呢？何况你搁再讲或者涅槃来禁伏诸法啊？那这款的讲法呢，完全都是错误。我讲，何况竟然涅槃禁伏诸法，令应不成啊！无迄款的涅槃禁伏诸法，令应不成的道理啦。为什么呢？涅槃这是一种的真理，但是这个真理呢，却是虽然显现了世间的染污法，以及甲出世间的清净法，所以涅槃呢，并未禁伏诸法啦，虽因我不生起。下面讲实乃帮佛非法，讲假如你若是安尼讲法呢，就变成帮佛非法，也可以讲就是诽谤佛法，将一个正确的真理来甲认识错误，将这个涅槃当作是一种的断相的物件，那这岂不是诽谤佛法呢？所以慧能大师啊，就真正直接了当呢，就该讲你若安尼做，你若安尼讲法，就变成一种的帮佛非法。迄边讲听我记法，听我记法就是讲你呢来听我来讲这个记，我要来解说这个记啦。记就是无上大涅槃，圆明上直接，凡愚为之事，
月道即为端。自求而成人，莫以为无作。尽俗情所寄，略受其见本。妄立虚假名，何为真实义？唯有过量人，通达无处写。以知五运法，及以运中五，月现众色相，一一阴成相。平等如梦幻，不起幻象见，不作业幻解，二变二这断，相应自近用，而不起用相。分别一切法，不起分别相。劫火烧海底，风过山上极，真相即灭落，涅槃上如是。五金强言说，令你下见。你勿随言解，虚你知消分。智道文机大我，永欲作力而退。这段就是慧能大师对智道来讲这个机。无常大涅槃，圆明上直接。这对说明讲涅槃是圆明，是上直接上直接。无常就是讲无多一个比这较悬，安尼名叫做讲做无常。大涅槃也名叫做讲做大涅槃涅槃在《灵溪经》就安尼讲啦，讲妄想不生不起不灭，我说涅槃。讲涅槃是啥物呢？就是妄想不生不起不灭，这就是涅槃。在《入道要闻》有一个讲如何得大涅槃，讲不做生死业会当好得大涅槃。也啥物是生死业呢？求大涅槃是生死业，意思就是讲，这个大涅槃，这咱众生本来具足。你起一个心要甲伊求涅槃这就变成一种的颠倒了，这就叫生死业。讲下果出境是生死业，染污法本来就是一种的幻化。自性清净心，咱本来具足，何必倒来下果出境呢？何必倒来下这个染污法，要来去求取清净法呢？所以写起了染污法，要来求取清净法这也是一种颠倒，这就是生死业。也有得有证，就是生死业，就是讲修行有所得有所证，有所得有所证，这变成一种的法执所以这呢也是属于生死业，也袂当好来脱离对地门呢，就是讲袂当好来脱离掉断烦恼了生死等等的这道理这也是一种的生死业。所以无做无做生死业，就是涅槃。安尼讲起来，也就是甲前面所讲的妄想不生不起不灭，这就是涅槃。所以这涅槃改名叫做讲做不生不灭。用两方面来讲，一方面就是讲无咱众生的生死。但你要爱无众生的生死，更加重要就是讲，莫有心的动念，就是讲得到心的究竟的平静，那就是涅槃。这个无上大涅槃呢，因为涅槃分为阿罗汉的涅槃、菩萨的涅槃、甲佛的涅槃。这个无上大涅槃，应该就是咧指佛的涅槃。讲这个无上大涅槃呢，是圆明上直接。这个圆甲明应该是约也体所讲。
这个圆就是讲圆满啦，在这个涅槃立体中，一切拢是圆满，绝对啊，无亏欠一丝啦，无缺陷一丝啦。这个名叫做圆啦。这个名呢，就叫做妙净明心。妙净明心就是讲，伊这个涅槃智慧啦，像镜共款，非常的光。伊这个智慧啊，绝对啊，无一点仔镜迄个染污。也可以讲，这个涅槃的本体呐，内外透彻，敢若像这个琉璃啊，一点仔镜迄个垃圾都无。所以呢，妙净明心，名叫做光明。这个常呢，共款也是约涅槃一体所讲，就是讲无始无终，涅槃当时有诶啊，你无法度追求一个开始。涅槃什么时阵会无去呢？无有一个会无的时阵，乃是过去无始，未来无终。这个这名叫做讲做常。啊，这个寂的意思啦，就是讲寂然而无散乱，若去常在定啊，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心时时刻刻安住在真理的上面，无一点仔会散乱，这就是寂。照呢，就是灵感本外，就是讲智慧对外照了啊，一点仔镜都无去暗昧去。这个名叫做灵感本外，名叫做照。圆明上直照，这五字伫咧说明涅槃的体啦，涅槃的相，涅槃的用。肉体讲起来是圆满。约业上讲起来，乃是呢妙净明心；约业体讲起来呢，也是无始无终。也伊的相是一种的妙净明心圆满清净咯。但是呢，虽然是讲有智慧这个照料作用啊，伊的心呢仍然啊安住在真理上面。这个教义应该啊，就是有伊的作用所讲，所以圆明上直教就是指涅槃体上用。一边讲凡愚为之始啊，为道即为端。讲这个无上的大涅槃啊，本来呢是圆明上直教，但是咱凡夫愚痴啦。该叫做讲做死，为什么叫做讲死呢？就是咱离开这个世间，也已经无开啊啦。受卵是三项拢无啊。事实上，这个受卵是三项拢无，这只是一种的四大五蕴加和合的这个假体啊。因为因缘分散，所以呢就无去意义啦。咱这个涅槃的本体，圆明上直照的涅槃本体啊，原然存在伫咧。但是咱凡夫呢，甲伊当作讲就是死。像咱高祖释迦牟尼佛，伊来人世间80年，离开世间，那就是已经啊证了无异于涅槃。对有了解佛法的人，知影讲佛是证着无异于涅槃。若是无了解佛法的人，嘛甲讲啊，佛祖都离开世间死去啊。或者是讲一个高僧大德，伊修行伊会功过圆满啦，得着涅槃。咱甲讲做得着涅槃。若是社会人嘛讲啊，某人已经死去啊。所以这个无上大涅槃啊，本来是圆明上直照。可是呢，这个凡夫呢，该当作讲就是死。外道呢，即为断，这就像一种的这个叫做断见外道。断见外道呢，该执着，讲就是断啦。这个断呢，也就是一种的断别的意思。
就参与前面所讲的，前面这个制度就安尼讲咯，讲若不听经声啊，即应归即灭，动以无情之物。如是即一切诸法被涅槃之所禁缚，尚不得生，那变成一种断灭咯。那这就是外道一种的断灭之见。迄边讲自求而成人啊，莫以为无作。自求而成人，就是讲遐个求而成的人，或就是讲求声闻啦、缘觉这类小乘根基的人呢，莫以为无作。这个莫，该当作讲好的意思，该按这个名啦，以为讲这是无作。那这个无作意思呢，就是讲这个涅槃，这是一种的无作的物件。涅槃呢，毋是咱这个世间的造作之法，所以名叫做讲做无作。不过根据《大智度论》说明这个无作啊，也是一种的真正严重的邪见。在《大智度论》第93愿咧讲啦，讲邪见者所谓无作见，讲这个邪见呢，就是一种无作见。讲虽然62种啊，拢是邪见，但是这个无作这款的邪见最重。为什么呢？这个无作啊，就是讲无应该来做功德来去求涅槃。假如讲，若是主张这个有作，或者是天作啦，或者是讲人造作啦，或者是讲这个世界的事物等等啊，虽然是邪见，但确实咧无有障碍着做福德所以这个无作啊，大恶，名叫做讲做不生。那在这个所讲的意思呢，就是讲这个无作啊，就变成讲啥物都无要做，也可以讲就是属于一种的即利会事。因为讲这个涅槃，这既然毋是世间造作之法，咱就无啥去家求啦。安尼呢就偏执在迄个利方面，就废弃了世上的修行。一边讲真俗情所计，真俗情所计就是讲凡夫该当作讲就是死，外道呢该执讲这就是断灭，业义成人该叫做讲做无作，这拢总都属于情所计。这个情就是分别心啦，计就是计度。讲无论是讲死也好，无论是讲断灭也好，无论是讲无作也好，这拢总都是属于分别心的计度。就是由咱人的分别心所去甲分别出来。讲62见本讲这呢就是62见的根本。62见这是一种外道邪见，但这个外道邪见对对来呢，就是由这个前面的这个断灭啦，或者是讲相助啦等等就生出了这个62见来。所以凡是前面所讲的凡夫愚痴为之死啦，外道即为断啦，二乘人莫以为无作等等啦，这拢都是一种的分别的计度，拢都是一种的62见的根本。注意听清听众，就请咱各位暂暂一分钟，我再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